8月1號起，國泰加燃油附加費，飛日本、韓國每程加98蚊，呢個係新聞報道嘅數。同一個禮拜，國泰就出咗份中期業績，上半年賺咗62億4300萬，比舊年同期升咗1/7，仲要加派股息，每股多30%。你就心諗，賺咗咁多，仲加我機票錢？呢條問題啱啱好係成個故事嘅入口。睇完你就會知，呢62億唔係靠服務好賺返嚟，而係一盤報咗7年嘅棋，今年先開始收成。今日就同你拆3條數。第一，呢半年62億係喺邊度賺返嚟？第二，7年之前佢點解要買一間蝕緊錢嘅平價航空？第三，嚟緊10年呢盤棋仲有幾多步？同你張機票有咩關？先報數再拆數，由佢最黑嗰段時間講起。疫情最深嗰陣，國泰官方講過一句：我哋每個月燒緊15到20億現金。舊年全年佢賺返108億，但你再睇下今年呢個數先，半年賺咗62億4300萬，即係平均每一日賺緊超過3400萬。你嗰98蚊喺呢度連個零頭都未夠做。呢62億背後唔係一個引擎，而係3個。第一個係客運，中東打仗，油價升咗，呢個係壞消息。但同一單新聞將一批本來經中東轉機嘅旅客推咗嚟香港轉機。國泰上半年嘅載客率做到歷來同期最高。On that day, as a group, we carry 58 passengers in total. And nowadays, as a group, we carry consistently more than 100,000 passengers on a daily basis. 第二個係貨運，全世界搶緊嘅 AI 晶片，好多都係經香港飛出去。香港機場嘅貨運量舊年繼續全球第一，呢個第一。由2010年到而家，香港攞咗15次。第三個引擎講出嚟你可能唔信，係一間蝕咗好多年前嘅平價航空香港快運。講到呢度，你或者會諗，經濟好返，人人去旅行賺錢，其實好正常。留意返香港機場舊年嘅客量仲未返到疫情之前嗰年，個餅細咗，但係國泰賺多咗，經濟好返4個字解釋唔到，解釋到嘅唔係佢服務變咗，而係香港航空市場入面爭生意嘅對手比以前少。上個10年，香港天空有4個常見嘅名：國泰、港龍、香港航空、香港快運。時至今日，港龍停咗飛，香港快運就俾人買咗，而個買家就係國泰自己。呢件事唔係自然發生，要明成件事，你要返去7年之前。2019年7月，國泰完成咗一單交易，用49億3千萬買起香港快運全部股份，一半俾現金，另一半打欠單分期。賣家係海航集團，佢嗰陣周身債急住散貨，點解要買？時任行政總裁何九喺官方新聞稿講咗一句，佢話呢單收購對旅客好，對香港快運好，對成個國泰集團好，對香港做國際航空樞紐都好。一句話4個好，頭3個你都估到，真正值錢嘅係最尾嗰個。香港快運當年係一間咁樣嘅公司，對上嗰年蝕過億，再之前嗰年就賺過幾千萬，即係有時賺有時蝕。而本簿上面嘅資產淨值大約得11億，但國泰俾嘅唔係11億，而係49億3千萬，差嗰30幾億唔係唔見咗，而係收埋咗，喺一個好悶嘅會計科目度。一個 MBA 小教室，一間公司嘅價值喺會計眼中係分2節嘅。第一節係執得出嚟嘅嘢，現金、飛機、物業、件計得出價。第二節係盤生意將來會賺嘅錢。個名班客佢企嗰個位，呢一節冇單冇據，但好多時佢先係你肯買嘅真正原因。所以買公司你俾嘅價減走第一節，會剩低一嚿嘢。呢嚿嘢會計要你記落一個專門嘅科目度，個名叫商譽。商譽唔係一個講法，係會計賬目入面真真正正嘅一條數，英文叫 goodwill。一買完就寫咗喺資產負債表度。商譽其實係一句寫咗喺賬簿上面嘅說話。我信呢盤生意嘅將來值呢個價，但係呢個將來值幾多錢冇公價，亦冇得逐件咁計。你話值10億得，話值30億都得，真係見仁見智。所以每一單併購最大嘅變數就喺呢度。你為將來俾咗幾多？正因為冇公價，呢條數係有得喐手腳嘅。有公司會遲遲唔認蝕，托住當年條數，亦有公司揀最衰嗰年，一次過認晒，將啲蝕嘢冚唪唥洗落同一年。所以識睇嘅人見到商譽，唔會淨係睇佢有幾大，
仲會睇佢幾時喐。而會計每年都會逼公司重新評估一次，睇下當初嗰個將來係咪仲成立。成立個數繼續擺，唔成立公司就要喺盤數度認蝕。嗰年嘅盈利即刻穿窿，翻嚟呢單雕49億3千萬入面，36億1600萬記咗做商譽，即係國泰買嘅嘢超過70%係將來兩個字。國泰官方對呢個將來嘅解釋係合併會慳到成本、優化資源，行內叫協同效應。但問題跟住就嚟呢筆36億嘅將來，國泰買嘅究竟係咩？國泰經審核嘅年報自己寫低咗3句字。第一句，買香港快運嘅好處有一部分記咗喺國泰自己個網絡度。第二句，港龍停飛之後個網絡嘅價值靠航線繼續飛嚟保住。第三句，直到最新一份年度業績，呢筆商譽佢1蚊都未認過蝕，即係由疫情最黑嗰2年到舊年賺過百億，佢年年做測試，年年話呢個價仲喺度。3句嘢加埋，我哋讀到一個判斷，國泰買嘅唔止係一間航空公司，而係香港航空市場入面一個好難再有嘅位。呢個判斷係我哋由佢本帳簿讀出嚟，佢官方從來冇咁講過。咁嗰個位有幾難得喎？你要睇下上一個想入場嘅人咩下場。2013年有人試過入場。佢個名叫捷星香港，3個股東，澳洲航空、東方航空，仲有信德集團，一人一份咁分。飛機買咗，人請咗，就等一張紙，空運牌照局嘅牌照。申請刊憲之後14日，收到4份反對書。你聽下，反對嘅係邊4個名？國泰、港龍、香港航空，仲有一間你估唔到嘅香港快運。你冇聽錯喎，係香港快運自己喎。嗰陣佢仲係獨立公司喎。請埋大律師上去陳詞反對。2年之後，2015年6月，牌照局個裁決出咗嚟，拒絕申請。官方理由係基本法要求航空公司嘅主要營業地必須喺香港，而捷星唔符合，一班商業航班都未飛過，間公司就散咗。有行業分析當年咁形容香港，亞洲入面一個保護主義嘅孤島。4年之後，國泰買咗4個反對者入面最細嗰一個。呢2件事之間嘅關係冇人證實過。我哋唔會幫佢作，我哋淨係知嗰次之後，香港個天空連未入場嘅新對手都少咗一個。講句公道說話，呢道門冇封死。2022年，大灣區航空攞到牌，正式入咗場。但一間新公司由攞牌開始，要追一個做咗幾十年嘅航線網絡，嗰段路以10年計，將入場券買返嚟。第2年，天空熄燈。2020年疫情嗰年，國泰官方自己講過，我哋每個月燒緊15到20億現金。行政總裁後嚟憶述，最差嗰陣試過一日，全公司得58個乘客。由呢個位去到今日，半年賺62億。中間嗰場大手術有3個決定做啱咗。第一個決定裁人，但係啲航線一條都唔裁。港龍即日停飛，全集團削走8500個職位。呢啲係人所共知，好少人留意嘅係港龍留低嘅航線，佢即刻申請交俾國泰同香港快運接住飛，即係幾痛都好，個航線網絡一條都唔放手。第二個決定，2個品牌分2辦唔同嘅生意，長途商務客歸國泰，短途價錢行先嘅旅行客歸香港快運。官方講法係2個模式互補，講白啲係成個集團唔使自己打自己。第3個決定，冇客嘅日子靠貨運頂住，航線陸續開返，守住香港轉機樞紐嗰個位。所以中東嗰批轉機客改嚟香港，唔係佢好彩，係佢啱好企返喺度接得住。轉虧為盈4個字，唔係業績出嗰日先發生，係嗰3個決定嗰陣已經中咗落去。跟住落嚟就係香港快運嘅成績單，用返國泰自己嗰把尺。逐年睇，2023年賺4億3， 2024年轉頭蝕咗2億，2025年蝕到9億9，一年深過一年，真係越飛越多，越蝕越深。最誇張嗰年，客量升3成，運力加2%，但客運收益只係升咗6.7%，即係價格機逼滿人，飛得越密，條數越難睇。你或者會諗，咁咪真係做得差？國泰官方俾咗3個原因，旅客去嘅地方變咗。新航線未夠成熟，仲有部分飛機因引擎問題停飛緊。但留意返，有第4樣嘢官方冇講，條數自己講咗，佢將機票平均越賣越平。平價航空呢盤生意其實得一條路行，就係鬥平。鬥平就要夠大，大到成本壓得過人，所以佢要蝕住嚟 call。呢
呢啲蝕唔一定係病，有時係學費。時間去到今年8月5號，國泰出中期業績，入面有一行好多人略過咗。香港快運上半年蝕咗7300萬，舊年同期呢個數係5億幾，一年之間個窿收細咗超過80%，客運收益仲要升咗37%。國泰喺公告入面親口寫咗一句：正邁向業績轉虧為盈之路，蝕咗咁多年，而家先開始見到條路。仲有個細節寫喺機隊表嘅附注度，好少人揭到嗰頁。香港快運42架飛機入面有21架係國泰轉租俾佢，連飛機點樣分配附注都寫明咗，由集團按營運需要決定。即係香港快運飛幾多用咩機，唔係佢自己一個話事，而係集團成盤棋入面嘅一步。跟住落嚟嗰10年，國泰主席白德利喺業績記者會開咗口，未來10年目標係多150架新機，啲航點加到150個。新機訂單入面都有香港快運嘅份，不過附注照舊寫明咗，最後點份睇集團安排。And also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s and the easing of the visa requirement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ill further stimulate demand. 一邊係1500億嘅擴張，另一邊香港呢個市場自己有2個數要面對。香港機場嘅客量舊年得返6100萬，同疫情前比仲爭成1000萬。隔離廣州就啱啱相反，唔止返晒嚟，仲行過咗自己嘅高位。即係香港喺個區入面嗰個位冇以前咁穩。國泰用7年證明咗佢可以喺呢個市場入面贏，但成個市場會唔會縮，唔係佢話事。去返你張機票度之前，3課直接咁講，第一課。買公司第一眼要睇嘅係商譽佔成個作價幾多。國泰呢單49億3000萬入面，36億係商譽佔超過70%，比例越高，你買緊嘅將來越多，注碼越大。第二課睇一單合併，唔好淨係睇被買嗰間自己嘅盤數，要睇2間公司夾埋有咩協同效應。國泰做長途，香港快運做短途，平價，兩邊啲航線啱好補圍。嗰36億想買嘅就係呢樣嘢。第三課轉虧為盈唔係一日嘅事，國泰做啱嘅嗰幾步，全部係最黑嗰陣落嘅。佢裁人唔裁航線，2個品牌分工，冇客嗰陣死守個轉機樞紐。你盤生意最難嗰陣揀留低啲乜，先決定你之後爬翻起身有幾快。翻嚟8月1號，你張機票嗰98蚊附加費，官方解釋係油價升咗，呢個解釋係真嘅。順帶講埋一樣嘢，呢筆附加費，民航處由2018年尾起已經唔再審批，加幾多係航空公司自己決定嘅事。但你之所以照俾，仲有另一個原因，好多條航線上面，你最大嗰2個選擇，原來係同一間公司嚟。國泰呢盤棋，由反對一張牌照到買起一間公司，到今日半年賺咗62億，每一步都合法，都公開，都寫喺文件度。佢贏係因為佢早過好多人明一件事，喺天空做生意最值錢嘅唔係架飛機，係航線，係牌照，係飛嘅權利。最後一條問題俾你揀，覺得香港天空應該開放啲，多啲新公司入場，機票先有得平。留言留一個飛機仔，覺得集中資源做強過轉機樞紐，香港航空業先可以更上一層樓，就留個火箭俾我哋。如果你中意呢啲商業故事，訂閱，下集見。呢度係 Make or Break Academy， 我哋用 MBA 嘅角度拆解一個又一個商業故事。想聽下一個 case，記得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生意拍檔。